あいついちいち面白いですよ。啊，这个脑部谁啊？对呀，啊，这个。完全改变。一个机器的，我也会打一关。先去完呢個上海翻嚟喎。哇！你嗰條都有人會玩呢個？一定俾人知你先啦。知啊，咁啱跟阿仔嗰個會上去㗎。因為上海真係得個人多。佢話咩啊嗰啲啊，即係睇嗰啲老式嘅建築喺度嗰啲啊。